海中飲茶。上得船呢，就攻略下去3間免費嘅餐廳啦。第一間麗都啊，以自助餐形式服務嘅，每一次都有唔同嘅菜式要撞下手神嘅，位置咧超級多，唔使排隊，同埋咧佢係響最高嘅樓層，所以景觀亦都係望得最遠嘅。第二間呢，就係以中菜為主嘅，呢一間就係北極星，咁佢都係免費嘅，但係咧都係 set 好咗啦。今日一個人一份，我哋2個人2份咯。最正係咩啊？有海景睇啊嘛。最後呢間蘇菲亞咧，真係每一次嚟都要排隊，仲要排完隊先係攞張籌，再等多1個鐘先有得食。佢就係西餐格式，頭盤咧自助沙律吧，3個主菜俾你揀，最後咧2款甜品。哇！喂，係 OK 喎，擺碟。喂，依隻個樣係。喂，怪得知咁多人排隊啦。啲係幾靚嘅，試一試佢。其實唔乾啊，佢做得幾好啊。佢唔係 well done 喎 ，OK 喎，係啱好嘅。好味嘅呢度唔啱，選埋個骨啊要。哇！佢魚係鬆化嘅。加少少鹽，好好味嘅魚。呢間嘢係值得排隊嘅。佢嘅主菜同埋甜品咧都係無限添加嘅，即係你可以食齊晒佢3款先走。甜品表現都非常出色啊，所以完全明白點解要排1個鐘頭以上啊。